喂，各位朋友，今次同大家開箱一樽國產能量水，東鵬飲料9980，佢招股集資過百億，入場費25000，咁聲勢浩大，過年燒賣桃花。但係支水係真，能量爆棚，定係得個吹水字？等我同你逐層剝開睇。第一部分，業務解構，佢係國產 Monster 定係有氣 Red Bull？想象下，你半夜 OT 眼瞓到就嚟斷氣，衝入便利店，第一眼見到嘅唔係紅牛，而係支藍色金字嘅東鵬特飲。冇錯，呢支就係佢哋嘅鎮店之寶，靠住困鳥累鳥飲東鵬特飲呢一句咒語，橫掃全國超過430萬間鋪頭，連續4年做咗中國功能飲品銷量一哥，市佔率由15%爬到去26%，真係升到唔識停。不過佢哋都驚一支水打天下，好易腳軟，所以近年推出補水啦、電解質水。你知啦，而家後生仔興健身，呢一支補水啦，舊年生意額暴漲280%，衝到近15億，擺明想養多隻生金蛋嘅鵝。咁所以話佢似唔似 Monster 或者 Red Bull？格局似，但係套路更加中國特色，先靠一支王牌能量水霸住個山頭，再瘋狂開拓新戰線，務求由一哥變霸主。為想玩新股，暗盤揾食，記住富途牛牛嘅旺場。開戶之前入邀請碼 MCSN， 即刻搶200蚊現金券加1800蚊迎新。條片有攻略，睇片跟住嚟，包你容易過喺茶樓搶到1蚊一隻雞。第二部分，增長潛力係潛力無限定，已經到頂。增長力方面，舊年首9個月，公司生意額照升34%，賺錢能力仲勁，升近39%。喺全球20大上市飲品公司之中，佢嘅收入增速排第一，真係跑贏大市9條街。潛力嚟自邊度？一市場未飽和，中國人飲能量水嘅量依然遠低過歐美同泰國，仲有大把增長空間。二、渠道夠紮實，400幾萬個銷售點，即係話你落街買支汽水都好大機會撞到佢。呢個網絡就係最強護城河。三產品試擴張，除咗補水啦，佢哋仲試緊賣咖啡、茶飲，擺明唔想淨係做夜貓子同司機大佬生意。咁所以話佢到頂似乎言之尚早，個樽蓋似乎先啱啱扭開。第三部分，集資100億，折讓雞碎咁多，值博嗎？到戲肉啦！今次上市最大賣點係班星級基石投資者，卡塔爾主權基金、淡馬錫、騰訊、貝萊德都掟錢落搭，陣容豪華過維港煙花匯演。佢哋夾埋認購近50億，相當於成個 IPO 一半。好似同你講，我哋睇好，你跟唔跟？但問題嚟啦，公司本身唔係冇錢，舊年先派咗23億股息俾股東，主要係上市前股東。而家又話上市集資100億，呢一個有錢又撲水嘅操作，確實有啲令人摸唔着頭腦。至於你問折讓咁少，值唔值得抽？關鍵數字係 A 股上星期5收市大概值283蚊港紙，而家 H 股最高招股價248蚊，即係大概有12.5%折讓。老實講，對於一隻熱門新股嚟講，呢個折讓唔算好大方，只可以話係友情價，而唔係割引價。如果你期望好似以前啲新股咁有2-3成折讓去搏爆升，今次可能會有少少失望。第四部分，抽唔抽好？如果你係長線投資者，信中國功能飲品市場同呢一間龍頭公司，可考慮抽。如果你只想短炒，東鵬嘅熱度唔算爆炸，折讓少就唔好抽。如果你驚風險，就要諗清諗楚抽唔抽。公司80%生意靠一支水，財務操作有錢又借錢又派息，有啲怪。呢2點令你唔安心。總而言之，抽同唔抽其實係問緊你自己，我願唔願意用一個唔算特別抵買嘅價錢去買一隻增長前景唔錯，但又有明顯缺點嘅行業龍頭股。希望呢個開箱幫到你。記住，投資同飲能量水一樣，最緊要自己醒神，量力而為。記住要留意超額倍數，因為東鵬嘅集資額好大，一個唔覺意隨時抽到一副都係㗎。如果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、潛力幣資訊，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